好来，乡亲啊，明仔载就是元宵节小过年咯。台北市的南门市场一透早就逛滚，尤其是一寡老店，人潮是可直直。头家讲，因为几礼拜前就已经先提早来备料，嘛找物流的业者，确保会当及时来送货。啊，店家甚至是加派着骹手拎这个元宵圆啊，真侪民众排队等要买。 吃元宵衫的查甫人出力的摇，就是要做出好食的圆仔。圆仔伫咧拢是糯米粉的台仔内底，哪切哪温水，互配粉愈来愈高，是真够工。就是希望口感会当 Q 够香。一年一届的元宵节就要来啊，民众抢买圆仔，这个排队的队伍已经是排出几耐的弯路。 这都是手工的啊，是用排队的。初6开张，然后就开始准备馅料。逐工要传的数量是上千，台北的南门市场，阁有一间老店，甚至有网络的服务。上北市当日就到货，阿爸顶悬阁印一寡吉祥的话，声袂少民众拢来讨一个好格调。谢谢你哦，元宵节愉快。昨天买好的是肉燥口味，看店家有没有一些新推出的一些口味，不要是甜的吧。 不管是咸的也是甜的，拢有人爱。亲像伫咧双连捷运站附近的老店，工作人员一透早就无用伫咧包圆仔，准备送货。看要带回去煮的，他们就会买生的；如果要煮好的，上班的都叫的。 合作的那个运送厂都有。民间商团圆仔食3粒也是3个倍数，代表3阳开泰会当招好运。不过医生嘛提醒，圆仔的热量真悬，也是爱食拄啊好就好。 若无到时阵圆仔圆圆，人嘛食圆圆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